那么今天呢是第6届忏摩比丘尼辩经活动的第3天。那么今天早上会继续给予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这个教学。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段话。其实这要说的大家也都知道的，也就是这个忏摩比丘尼辩经法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定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叫忏摩比丘尼。当然，要叫做什么样的名称，要有怎么样的名称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称这样子的辩经法会取名为忏摩比丘尼，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叫做噶举尼众辩经法会，或者噶玛冈仓尼众辩经法会也可以。但为什么特别要取这个忏摩比丘尼呢？那这位比丘尼是谁呢？首先，这样的一个忏摩，这位比丘尼是佛在世的时候的一位他是佛陀的一位当时我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众有男众、女众的这个出家众。那么出家众也有按戒腊或者按这个正悟的这个不同，而有这样子的可以说一些阶位的不同。那么一般我们说有佛陀的8大弟子，比如说智慧第一是舍利佛，然后等等。还有属于比丘尼的，也有智慧第一，也有戒律持戒第一，还有精进第一等等。其中呢，智慧跟勇气第一的就是忏摩比丘尼。所以我们初建立这个忏摩比丘尼活动的时候，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忏摩，因为就知道有这么一位智慧佛陀在世的时候智慧跟勇气第一的比丘尼，所以从历史上来看，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名称。
而以实际的现在的情况来说，也是很符合的。因为要成立这样子尼众的辩经活动，最主要也是希望尼众们能够增长智慧，也就是透过经论的学习、文思而升起智慧。所以参摩比丘尼他是智慧第一，所以希望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有一个好的缘起哦。同样，他也是勇气第一的比丘尼。我觉得尼众们也是需要勇气的。有的时候我慢跟勇气有时候会搞混，但我慢主要是指伤害到别人哦，轻视他人的意思。但是勇气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叫做，我觉得这种勇气是很重要的，它和我们是不同的。不然呢，如果尼众们总是觉得啊我做不到，没有自信心的话，那么总是很难有那么自立出头的那么一天。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自信心，要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再怎么样都要勇敢的迈出一步哦，迈出你的每一步。所以因为智慧、勇气等等的原因，所以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忏摩比丘尼的名称。所以这里特别再次的提醒一下这个名称，虽然它就是个名字而已，但是如果知道取这样子的名称的一个缘起跟历史，那么或许心中会想到，这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我今天参加了这样一个尼众的辩经活动，仅仅是这个活动的名称，就是值得自己去好好去思维跟去效法的。所以开头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接着呢，就是讲解这个解脱庄严论。那么今天在讲的主要内容跟昨天是一样的，并没有新的这个内容，就是这部论的论体的文字哦，是跟昨天是一样的，所以还是再念一遍。发行菩提心后有三类学处，也就是增上戒学、增上定学与增上慧学。菩提道灯论云：为助行心体律仪，由善学习三戒学与三戒学起敬重。首先，昨天呢讲到了三学，因此相信各位对于什么是三学，还有三学的本质和性相呢，应该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今天呢，想要再说一点菩萨的这个三具境界，就是菩萨的三种戒律。主要是因为在昨天对于饶益有情戒的部分呢，没有讲说的很完整哦，所以我想今天对于菩萨的三具境界，尤其是饶益有情戒的这个部分呢，多说一些。其实本来我的计划就是在这第6届忏摩比丘尼辩经法会上呢，就讲说这第11品。为什么只讲一品呢？是因为第11品它有这个1400多个字，而第12品呢是有2312个字。然后课程又是到
18号就要结束，所以很难在这2天当中呢把2品都说完。当然是也可以像口传一样很快念过去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实上今天我就可以念完整部这个解脱庄严论。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无论是自己还是各位都不会学到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利益。所以我想这次就讲到第11品，而且以这个品作为一个段落，也是比较清楚、比较方便的，因为以后就比较好记得说，上次是讲完了哪一品，这一次从哪一品开始，就会比较好辨认。所以这一次呢，就只讲到第11品。那么首先呢，我想再回顾一下昨天讲到的菩萨的3种戒律，就是菩萨3具境界呢是哪3个呢？我们算一下有第1、第2个、第3个是哪3个呢？也就是第1个摄律仪戒，再来第2个摄善法戒，第3个是饶益有情戒，就是这3具境界。这在解深密经当中有提到戒3种者，1者转舍不善戒，2者转生善戒，3者转生饶益有情戒所以同样呢，在大乘庄严经论颂当中也有提到恒时守静情，离戒及善趣。同样在大乘庄严经论释世亲菩萨所著的也有提到，菩萨有3具戒：1律仪戒，2摄善法戒，3摄众生戒。同样还有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菩萨品和菩萨地品当中呢，那么在中文佛经叫《瑜伽师地论》这部论当中就有提到呢，菩萨地品当中就有谈到类似的内容。总之呢，菩萨的这个戒律呢，也不需要再比这3个多了，但也不能比这3个戒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菩萨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成熟自他的心绪。什么意思叫成熟自他的心绪呢？意思就是说，要让自他心绪都达到最高的标准、最好的标准。所以为了要帮助他人承受心绪，首先自己要承受自己的心绪，所以就要有持守消极面的律仪戒，还有积极面的摄善法戒，然后接着才能做到承受他人的心绪就是持守饶益有情戒。所以说菩萨的戒就是这3个了，这3个包含了一切菩萨的戒了。那么首先是律仪戒，再来是摄善法戒，再来是饶益有情戒。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顺序首先，因为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律仪戒，不断除恶行的话，你后面的2个戒也很难升起的。而同样，这个律仪戒第1个戒是在资粮道和加行道最主要的修持。第2个摄善法戒，如果不具足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同样，这个摄善法戒是接着在5道10地当中的这个不净7地最主要的修持。第3个，如果不饶益有情的话呢，那么我们说众生的心绪就无法得到成熟跟解脱，而这个就是之后的清净3地的最主要的修持了。所以这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三具境界，它有这样的一个次序的原因。那么，首先为什么要叫律仪戒，或者叫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呢？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从白话容易理解的角度来说，律仪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让自己犯错造恶，同样不让自己伤害众生，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去止恶，消除这些过失，舍弃这样的造恶，这个就是律仪戒的意思。那什么叫摄善法戒呢？就算你只做一次的礼拜，或者你就只是供养了一盏灯而已，总之你不分善行是大是小，你都尽力的去行善，而且一切你所积聚的善行善功的，你都马上的回向给众生，能够成就佛道。这个就是摄善法戒的意思我是这么认为的。再来第三个，饶益有情戒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任何时候你心中想的都是我要利益众生，也想尽办法的去利益众生。不仅是这样想，而且当你实际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也尽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他们，或者还找其他人一起帮忙，同时你也随喜赞叹这些所有一起帮忙利益众生的人。总之呢，就算你只是做到嘴上说的帮忙，你也尽力的要去这么说。针对这里虽然有一些大师认为饶益有情就是要实际利益到众生才叫饶益有情，间接的是不行的。但是我觉得这里谈到的利益众生，就算你没办法实际利到众生，但是还是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并不会因为你是间接的没有直接利益众生而有过失所以是不一定的。也就是如果你在看很多的案例的话，会知道不一定的，不一定是实际要利益到众生。总之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或者直接帮助到某个人，但是你带着的一念心是希望能够利益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发心，这样的一个祈愿，这也是很好的。那么在这里三种，这里的戒、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后面都会加个戒。为什么要加个戒字呢？这个戒字就代表了一种誓言，就是我要断恶，我要成就功德的，我要行善的这种誓言。举例来说，像是当我们领受大乘菩萨律仪等等的戒律的时候，就算如果没有戒师，你也可以观想佛菩萨在前方而受戒的。然而就算有戒师在，他也为你受戒，但如果你自己完全没有想要受戒的心，就算这个受戒的仪轨念了100次，你也是没有办法得戒的。所以这里我要说的就是，主要还是在于你的心、你的决心、你的一种发誓，我不要这么做，或者我要那样子做等等。总之，自己的事情是自己要能做主的。总之呢，摄律仪戒呢，它包含了什么戒在当中呢？首先，它包含了断除十恶的性十恶的，断除十恶的这个性罪的这种戒，还有7种别解脱戒。同时也包含了菩萨的18种或者4种堕罪
那这是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会说有无着菩萨的传承，跟龙树的传承，或者说唯识或者中观的传承。所以以唯识跟中观的菩萨界的传承上来说，就有一些不同的在这个堕罪戒条上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些都包含在摄律仪戒，就是菩萨的摄律仪戒当中。那一种情况是，如果说这个菩萨他也是得到过密乘的灌顶，进入了密乘的坛城，那么他是一个密乘的菩萨的话，那这时候摄律仪戒就还包含了密乘的这个根本堕的各种密乘戒还包含了。再来，摄善法戒包含了什么呢？它包含了布施等等的相违处，有34种的这样子的过失，也就是布施等的7个，然后持戒的这个相违处有9个过失，精进有4个。忍辱有4个，然后精进有3个，禅定有3个，智慧有8个等等哦，有这样子7、9、4、3、3、8这样子的不同的过失哦。这些呢都包含在摄善法戒当中。那么在饶有情戒当中呢，包含了12种过失。总之呢，后面2戒的这个相违处总共加起来就是34加12，有46个。总而言之呢，菩萨的修持可以说都包含在这样子的3具境界当中了。所以可以说，菩萨修持的精髓哦，都在这3具境界了。接着呢，我想讲一下饶有情戒的部分哦。那么就跟昨天谈到的有菩萨利益众生的11个行持，另外还有这个饶有情戒哦，大概有2种不同。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利益众生的11种行持，那么这个是出自于这个瑜伽师地论，一般也有叫做菩萨师地论，也叫做菩萨地哦，在藏传佛教称为叫菩萨地论，那么或者中国佛教叫瑜伽师地论里面提到第一个就是为众生做助伴，然后第2个帮助众生消除迷惑，第3个是报恩，第4个消除怖畏，再来是无财宝及亲属的苦，消除这些苦，然后无资身重具的苦，然后能够给予医治，再来同法人依正入道人，然后入邪道者有怨有情等等哦，总之要利益有11种。那么同时把这11个如果配合了有位月观论师著作的菩萨律仪20颂和菩提贤论师写的菩萨律仪20颂南释的话呢，可以配合起来一起来讲说的。所以菩萨律仪20颂当中有谈到什么呢？有谈到不助求者犯就违犯了，不共事病者，还有及不伴苦者，这就犯。再来不导放逸而犯，再来是不酬报恩犯，不解他仇犯，不施求财犯，不利途众犯，不随他转犯，不扬他得犯，不应缘发犯，不现通不犯等等。这是说到了违背饶有情的12种过失哦。那么接着我想配合之前所谈到
应该去做的是菩萨的12种行持，这2种不做你有什么过患，该做有什么样的行持的行持，这2个结合来说。所以接下来我想就针对这2个饶益有情，一个是从该做，一个是不可不做的部分来说。那么喝茶，然后呢休息一下，接着再讲。那么相信大家都喝完茶了，接下来继续讲这个饶益有情戒的部分。那么就像之前谈到说，饶益有情戒一般说菩萨的3句境界就是有3个戒条，3个戒。第一个律仪戒，就像之前说的，它包含了好多这些戒条，比如说断十恶的戒，还有别解脱戒，都包含在里面。同样还有菩萨的这种堕罪的这个戒律也包含在里面。同样，如果是一个密乘的菩萨行者，那么也包含了密乘的各种戒。所以这个摄律仪戒当中就包含了非常多的戒条。所以摄律仪戒其实是并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在跟其他来做比较，就譬如说跟饶益有情戒来比的话，相对还是容易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摄律仪戒它很清楚的什么不可以做，有什么过失，有什么过患，很清楚都写得出来。同样在密乘戒里面也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在律典当中这些有关摄律仪戒止恶的部分的戒条写得很清楚，并不是太难以理解的。并没有需要你太多去这个分析思考的，它很清楚。再来第二个摄善法戒，实际上它也相对容易，它指的就是你尽力的去做到各种的善行，那是看你各自的努力了，所以也并没有太复杂或者说太困难的麻烦的部分并没有。但是我觉得第3个这个叫饶益有情戒的部分就很不容易了，也很复杂了。因为像之前的就是尽力的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到了饶益有情的时候，你不就是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你还需要去看你帮助的每一个人都不同，也不是1个还是2个，而是很多个人，你要满足很多人的愿，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是很复杂，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饶益有情戒呢，某方面来讲，它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个戒。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又是身为一个菩萨最重要的戒，因为对于一个菩萨来说，他的一切心行、一切所思所行，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为了能够做到一切所思所行都是利益众生，他就必须知道该怎么做。那么在经典当中，譬如说列出一个清单，经论当中怎么说怎么做，而背下来是没有用的，因为实际面对到一个需要帮助众生的时候，那可是更困难的。它是跟可能经书里面所写的是不一样的，实际面来说，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菩萨戒是我们必须要不断去学习，然后你不断要深入去有所进步的。所以饶益有情戒，我觉得是3句境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里呢，就有谈到11个积极面来讲，11个应该做到的这个修持。那么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能够帮助众生。那这个跟
菩萨律仪20颂当中是的3个这个不应该做的3个是有关联的，就是不助求者犯、不共事病者及不办苦犯。那么因为菩萨律仪20颂当中是从消减面，就是不应该做的12种过失去讲。那么主要在这个菩萨律仪20颂当中谈到的30个过失，那么第一个过失就是指不帮助他人，不助求者就犯就是不帮助他人。第二个过失不共事病者，他是特别将痛苦中那些病苦的人特别提出来，是因为照顾病人是很辛苦的，所以特别提出来。第3个过失是不办苦就犯，那么一般来说是指不去协助消除痛苦，但是呢，在这里的用词叫不办苦，这也是因为瑜伽师地论当中特别提到做助办有这样的词。那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这只谈到了做助办，就是第一个嘛，就是应该要做的要做助办。但是菩萨律仪当中的20颂是有3个不应该做，为什么这一个该做的对应到3个不该做呢？主要是因为后面的第一个当然不助求者，还有不共事病者，还有不办苦，这其实都属于叫做要做助办的部分。那么什么叫做做助办呢？就是成为众生的助缘伴侣。那么按照菩萨律仪20颂南释中提到，它是指说你带着一念利他的心，譬如说帮助别人找到好的工作，或者帮助他人能够守护他的房产财富，或者帮助他人促进本来家庭有纷争的，促进了家庭的和谐，或者呢说身为一个宾客一般的去参加，比如说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派对比如说等等，或者说当这个发心菩萨当义工呢，协助新建寺院，或者新建这个佛塔呀、佛像等等，或者说照顾病人，协助盲者。或者协助指引聋哑人，或者协助行动不便的人。那么现在来说，协助行动不便者，比如说有推轮椅等等不像过去要背着这些行动不便的人，现在是比如说推轮椅帮助他们，或者说去鼓励。这里的做助办也包含，比如说鼓励那些遭到别人的诋毁而失意的人能够恢复自信，或者帮助一些人呢，他可能迷路的找到他的路，然后或者是这个没有饮食、没有休息处的人呢，能够给予他们提供这些饮食、住处，或者说有的人这个身体不舒服，帮他按摩等等总之呢，这些所有帮助他人的事情都包含在这里所谓的做助办。当然，昨天也有提到说。有时候会有一些特例、一些开许也是有的。虽然昨天有特别提到，但今天我想不要再提那些特例的开许就是那些不利益他人也不会有过失的开许特例，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因此而找借口过去人怎么样，他也没有这样因为不利益他人有过失所以自己就懒散不去利益他人。所以如果还在这里说太多有特例有开许的话，我们会总是变得找借口或变得更加懒散，那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觉得那些特例跟开许是对于那些实际做到的人，或许还有特例可言哦。你根本没努力过，没努力去这样子利他人的人，你怎么还有特例可言？你不要跟我谈特例哦。所以今天就不多说这一部分了。那么这是11种该做的当中的第一个做助伴，第二个呢是用各种善巧方便呢消除众生的迷惑。这配合的是菩萨律20颂当中的不倒放逸哦。也就是要不倒放逸，不倒放逸犯这样子。那这里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并不在乎来生，他很多都只相信说就只有这一生，这不就是1、2个人？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吧，大概80%、90%的人吧，都只是想到今生。所以对于那些只想到今生的人而言呢，你为了他们也应该尽力的就你所知道的，然后尽你的能力呢，教导他们累积今生财富的方式，还有工作的方法。所以就算只是利益到对方只是今生，但你也应该尽力这样去做。如果自己也不懂怎么样去累积财富和工作的方法，那你可以去找精通这一些的人去教导他，去帮助对方。所以像很多这些现在的公司，还有在工厂，所以可能告诉人家怎么样管理公司、治理公司，或者说管理一个工厂哦，就教导对方怎么去做。那么也有一些人他是追求来世的，对于这些人，你就应该教导他们利于来世的，也就是佛法。告诉他们你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政治正见，指引他们。同样没有信心的人，你用善巧方便帮助他升起信心；没有悲心的人，也透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升起悲心；有邪见的人升起正见。总之呢，你依靠你自身的经验跟智慧那么因为你自己知道这么做是有利的，那样做是有害的，所以你尽力的开导，给予他人指导。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虽然一个菩萨他自己不在乎自己的今生，但是他也不会舍弃那些放不下今生的人。他不会说我已经舍弃今生了你们呢放不下今生，那我就不管你了。一个菩萨呢是不会这么说的拜拜不管你喽，你们呢就在轮回里坐着吧，待着吧，我可不管你们了，我帮不了你们。一个菩萨是不会这么说的，所以他是不会舍弃那些放不下今生的人，也是尽力的想要利他们的。那么11种菩萨该做的行持的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叫做报恩在于《伽师地论》当中谈到，就是对于有恩的诸有情呢，善守知恩那么这和菩萨律于20颂当中所谈的不该做的是不酬报恩，那么这样子就是犯，就是违犯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知恩的意思是感念过去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恩德，不仅是知恩而且还要以后有机会的话要报恩的。譬如说，如果对方真的来到了你家里，你口头上也是要说着欢迎你的到来 ，welcome。
然后我真的好高兴，你来到我这里，所以口头上也要说这些话，而且呢，你也真的很认真用心的为这个你的恩人呢准备好一切，坐的地方，准备茶点等等。总之呢，你的报恩了，不仅是要报答过去同等的恩德，甚至要更报答更加倍的恩德哦，回报给对方的。所以，对于你有恩的那些人，就算呃他可能口头说那些人就算不求帮助，他跟你说就请求你的帮助，你都要尽力的去帮助他哦。那同样，就他没有跟你说想要求助哦，你也要给予他帮助。总之呢，任何时候都要知恩报恩哦。所以就是对于别人的恩德是不能够忘的。在中文里面有这么一个谚语哦，就是说滴水之恩哦，涌泉以报。所以，就算对方只是给予你这么一滴水的恩德，但是你也要以这个涌泉一般、泉水一般的这样子回报给对方哦。意思就是别人的恩德再小，你都不能够忘，那么你都要更加的以更多的好、更多的这些去回报对方。再来第4个，叫做就是帮助众生消除怖畏哦。那么这个在菩萨律仪的20颂，同样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似乎也都没有这一条，似乎是没有的。但一般来说呢，是有这么第4个条目哦。然后在菩提贤论师所写的《菩萨律仪20颂南释》当中也有提到，护诸怖畏者，远离怖畏之境哦。的确是有提到这样的意思的。所以为什么在瑜伽师地论当中的菩萨地当中没有提到这一条哦？我觉得这是要去研究的。到目前为止，我是没看到藏传佛教的大师有特别针对这一点做说明的，或者是我读的还不够，但是我觉得总是要进行研究的。总而言之，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菩萨该做的就是帮助众生远离怖畏，比如说远离各种恐惧跟危难，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海啸，或者说风灾等等，还有总之海中的生命也好，陆地上的一切的生命，他们有各种恐惧，都帮助他们远离，或者说战争的、饥荒的，还有说这一些传染病等等的恐惧发生的时候，你也都尽力的去帮助他们远离这样子的恐惧哦，跟害怕，这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那么在这个中国呢，也发生了这样的新冠状的一个病毒啊，肺这个病毒。那么大概已经有6万多个病例了，受到感染的人。那么因此往生的人似乎好像也有1-2千人哦。
那么我是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你知道，这样一个疾病不只是发生在这个中国，那么世界各个地方呢，也都受到了这样一个感染，很多人受到了感染。所以我们在新闻上也会看到不停有更新的一些新闻说啊，多少人又受到感染了，然后这些更新的数字哦，或者说有一些公布到哪一些地方又有新的病例发生。我们不应该把这只当成一个新闻、一个数字去看，而是身为一个菩萨，你应该心中要想啊，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身为一个菩萨，我该做什么。但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一点哦，自己身为菩萨这一点常常会忘记。对于一个真的努力在做到菩萨行的人来说，当他遇到了各种这些灾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会知道说啊，这的确是一个不吉祥的，是一个灾难。但对于菩萨来说，他会觉得，这就是我能够利益众生的一个机会。毕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子帮助众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算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传染病或是很多的感染的人，你没有办法直接救助到对方，但你在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你也发一个心愿，希望这样的病人或者在治疗这些病人的医护的人员，也都能够远离痛苦，也都能够远离恐惧害怕，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助缘，助他们一臂之力哦。那么这样的愿望，如果你都没有发，连祈愿都没有，连这样的祝福都没有，要说自己是一个菩萨，那真的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可能是一个菩萨的。所以，事实上，身为菩萨也不难，你不需要这个手舞足蹈的做一些多大的这些事情，但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双手合掌，真正发自内心的做一个祈愿，这个事实上也直接间接也是能够帮助到对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一直要放在心中的。针对这些疾病，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真的该做些什么。但当时我就翻译了这个萨迦喻病文，那么同时也录下了我念诵的这个中文。虽然我想录下这个藏文啊，但是因为比较忙，所以还没时间去录制，所以只录了这个中文的。所以似乎在四川，还有在青海啊，一些地方，就是在很多这些藏区呢，还有道孚县，似乎也有一些这样子的疾病哦，所以我在想，也应该要录下这个藏文，或是也对于大家的心安、消除疾病有一些帮助吧。那我想，这只是我的一个心意吧，因为很多的大师也都告诉我们，这时候要持诵一些咒语啊，或者念诵一些经文等等。总之，这是我的一个心意吧，就是尽力的。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念一些咒语，会念一些经文。总之，在这个时候，你更是要能够把你所知的咒语经文尽力的多做念诵，多做祝福，多做祈愿跟回向。那么，我想这才是真的能够带来一些利益哦。当然，再来第5个要做的就是，这是只说消除各种的精神上或者这种忧愁的痛苦。那么这在菩萨律20颂是指不解他愁犯。如果你不去消除别人的忧愁的话，你就犯戒了。所以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说，当像亲朋好友往生，或者说甚至我们的自己养的这些猫狗啊往生，
或者说像，总之你真爱的这些生命离开的时候，或者说上师圆寂，或者说财务，或者说各种的这种，还有很多人玩这个股票，那么这个股市你也知道它是非常无常的，这个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哦，那么一下子涨了，一下子又落下来，而且这个金额也是非常的大的。总之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财务尽失，或者一贫如洗，或者说这些痛苦的时候，你也尽量去帮助对方，消除他们的这种忧愁所以这是特别消除众生精神上的这种痛苦，消除他们的忧愁，这是第5个。那么尤其现在来说，很多人住在城市的人都有这种忧郁症所以这种忧郁症就跟这里所谈到的这种忧愁，是指的是一样。而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而且很多这些年轻人都有这样子的忧郁症。所以对于这样子的朋友，我们更是尽量的陪在他们的身边，聆听他们，并且适时的给予他们一些开导。那么这都是一个菩萨该做的，就是总之很多众生心上的一些痛苦，或者精神上的这样的忧愁，要给予救护。再来第6个是指说，在一些消除贫困就是在一些东西物质上给予这个布施。那从菩萨不做是不行，就犯的角度，菩萨律20颂当中，不施求财犯，就是别人需要这个财富而不施予，那么你就犯了。所以这是指说呢，要帮助那些缺乏衣食财物的贫困者、匮乏者。然而很多时候不只是衣食这些东西上的给予，很多时候给予教育是更重要的，因为一碗食物呢，可以给予几个小时，最多1天的温饱，但是那么一点的知识，如果他知道了，却能够裨益他们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一生。所以很多一些比较匮乏的、贫穷的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时候都无法，因为他们的这个经济上的困难，所以没法求学、没法就学受教育，或者就只是到一些这个只能读到小学、中学，而没有办法做更进一步的学习。之前呢，我听说在印度有一位格西那么他在达姆萨拉周围呢，有很多的这些为贫困者，就在达姆萨拉附近有这么一个都是穷人住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位格西呢，就为这些贫困这些村里面的孩子呢，建立了一个这个学校，他自己负责整个这个募款还有等等。他当时就告诉我说，他说刚开始新建这个学校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要找学生很难找，因为这些父母呢都不让孩子上学，因为那些父母都说，如果你不提供这些吃住甚至费用的话，我也没办法让这个孩子这个去就学的，因为他们一生当中都是穷人。
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变成是他们的一种传承了。就像我们说噶举传承，他们是传承了贫穷、穷困。他们会觉得说，如果他们去读书了，就不再有人这个承担持守我们穷人的传统了。那有的时候想想，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事实上，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像其他一般受教育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有知识，然后之后也能够跟那些接受教育的人一样找到好的工作，而且也能够自力更生，过上一些比较好的生活。那么这样子不是很好吗？但是这些父母却觉得不需要这个样子，所以这位格西一开始也对于这些父母呢，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开导。所以总而言之呢，接受教育很多时候倒不一定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教室，有学生、老师在上课才叫教育。事实上，很多时候就是你给予人一些开导，告诉他一些经验、一些观念，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教育。比如说，现在辩证法会上有很多的民众来到这里，有许多呢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区。那么有些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活条件是不错了，但有些地方呢还是非常的传统，非常的偏僻。那么，所以也没什么见闻所以就只是过着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去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所以也对于孩子要受教育的这一点上，并不是很认同，还有这样子旧的观念。在西藏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像是牧区的父母对于孩子要受教育，还是会觉得干嘛要这么做？我倒不觉得孩子需要识字要有知识，我自己也不懂，我妈妈也不懂，我的外婆也不懂，所以干嘛要这个学习呢？那如果小孩都送去教学了，那还有谁在家放牛呢？还有谁能在家这个挤奶呢？照顾家庭呢？那家里就不再有这个照顾在做家务的人了，所以因此而不让孩子去受教育了。这是因为没有人做家务，结果让孩子糟蹋了孩子一生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封闭的、狭隘的一种思想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见闻知识，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教育，我觉得就是在家庭里面就应该分享你的观念跟知识，而不要总是一到这些家庭就念这个诸佛正法圣僧众，就开始这个诵经然后说一些这种深深的这些佛教的道理或者说一定，而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到了这样的家庭去跟这些父母做一些开导吧，多告诉他们灌输一些观念，那么或许就是你这样子的多说多分享，那么会让他们升起一念说这样受教育的确重要或许他说的是对的，那这样子你就真的这才是教育你改变了他的观念，对方的观念。总之我想今天呢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呢继续讲第7个这个饶益有情的11个戒当中的其中一个。由于呢这一届我们只要讲完第11品，
所以我想也就不敢了。那么这样我准备起来也会比较容易。那相信对慢慢讲，对你们不敢哦，对你们来说也比较容易理解，会有帮助。不然呢，赶着把这个要讲完，那么我也是比较准备起来困难。那对各位来说也会觉得哇，上完会觉得哇，这个哇他真的讲了很多，然后但就像是这个快马加鞭一般的这样子的念完哦，讲完，这也没有太大的，你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学到些什么的，所以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吧。那么本来说我的课程结束，这个课程每天课程后，你们都会做一些念诵的祈愿文，因为要到12点，如果到12点结束嘛，那当然提早也是可以的，因为中午慢慢的吃饭也是可以，但如果你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多念一些度母是很好的。那么就像是度母的利益当中，念2次、念3次都有利益的，倒是不需要念更多。所以如果等下课程结束后念完该念的祈愿文之后，还能够多念2次、3次的度母，21度母赞哦，那这也是很好的。因为就像课程中刚刚谈到的，我们说要帮助自他能够消除暂时跟就近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学习佛法上的各种的障碍能够得到消除，还有尤其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到的这个冠状病毒的这样的一个传染，很多人是感到非常的恐惧跟害怕的。那么就像我认识的我知道的很多的这个汉族的朋友或者说藏族的朋友们都是很惊慌的，很恐惧的。但如果就只是一直在担心害怕，事实上也是于事无补的，也是对于事情没什么帮助，只是更增加痛苦而已。所以如果你是相信佛法的人，那么无论你是哪一个教派，你就依照你自己的教派的课诵跟祈请去多做念诵的话，那么对于你自己来说是有安心，是有帮助的，对于他人也是有帮助的。尤其我们说佛教徒，那么也要更多做皈依，然后带着善心多做课诵，祈愿祝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借着这个辩经法会上大家齐聚一堂的时候，也为了平息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然后来念诵跟祈愿，我相信是一定能够带来利益的。因为这一次呢也有将近400位这个尼众，那么你们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毕竟是穿上了这个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僧服，所以是僧团的一份子，跟俗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同的，尤其是一个具戒的比丘哦，那么一个僧人和一般的俗人是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佛陀有这么说。所以我相信各位齐心的祈愿是一定能带来利益的，不仅是各位，还有在座也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啊，我们相聚在这里。那么齐心的这样子祈愿跟念诵，我相信是会带来这个利益的。那么请大家带着这样的心祈愿，谢谢。